为了配合国家的绿能政策，高公局伫咧高速公路休息站的停车场设置供电棒。不过有部分的休息站是甲原地树仔移除，才来设供电棒。不过这款的规划是受到环保团体批评，因讲因为安尼就等于是甲原地生态毁掉。不过高公局嘛说明讲，原地树仔并不是甲伊错掉，是刷栽，因若伫个过程当中，嘛有甲伤害降到上低。国道清水服务区的停车场看起来一片空空，会使讲拢无所在惹日头，而原有的树仔拢无去，土骹留下一堆一堆的土堆。最近伫袂少国道服务区，有民众发现停车场原本的树仔拢被移除，要来加建供电棒。也可以啦，因为像欧美方面，他们也是有些地方也是用的太阳能那种的，太饱和了，应该要有空旷的地方，让大家能够就是心胸能够宽敞一点。环团批评树仔是生态体系当中重要一环，如今重新被移植，用来种电，安尼做法伤过压霸，嘛破坏地貌甲景观。如果你的光电只会毁坏我们的生态环境跟生态运作的系统，那它就不是一种救赎，也不是一种绿电。高公局表示，为了配合国家的政策，车厂商来评估规划，第二条较好的场域来施作供电厂。目前伫中部，包括国道1号甲3号，拢总5个服务区当伫执行当中。而原本的条目，除了就会另外找所在来适当移植，卖将伤害降到上低。那以往的一个情形是将近100%的一个存活率啦，并不是说把它砍掉这样。所谓的去做一个修枝，那个只是因为它在移植的过程中避免水分过量遗失，所以那个树叶会去做一些修剪。高公局表示，一直到25号，已经移植了超过112丛的乔木到交流道周边的土地，目前生长的状况真好。不过，环团要求应该利用低使用度的空间来施作，才会使减低对着环境的冲击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